梁振英先生，你講咗好多關於經濟問題，其實呢啲事情呢，你所講嘅、所做嘅，都有一啲非常之微不足道嘅事情。基本法第151條定明呢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喺經濟、貿易、金融、航運等等嘅事情上呢，係以中國香港嘅名義，單獨地同世界各國、各地區同埋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同埋發展關係，簽訂同埋履行有關協議。就此，我想問一問梁振英先生，喺你任內，即係你喺下一次將會競選特首之前呢，會唔會幫助香港成為亞投行嘅會員，亦都幫助亞投行喺香港設立分部，同埋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 Trans-Pacific Partnership？ 唔該。行政長官。主席簡單答呢，因為呢啲問題過去都答過㗎啦，我喺度再簡單講下，所有一啲機會呢，我哋全力去爭取。亞投行係國家嘅一個重大舉措。香港作為國家嘅國際金融中心，作為國際間嘅中國金融中心，我哋呢係既有條件，亦都可以為國家、為全世界做貢獻嘅。所有呢啲新嘅一啲設施舉措，我哋會盡力去爭取。正如剛才梁繼昌議員講呢，呢個事實上我喺香港又好，對住外邊嚟嘅朋友，又或者喺外國訪問嘅時候，經常講嘅，我哋幾大優點，其中之一個呢，就係我哋可以以中國香港嘅名義呢，喺國際間簽訂呢啲協議，加入呢啲國際組織等等。但係我哋都想喺呢度提一句呢，喺我本人同埋特區政府不斷去作出一啲努力嘅同時呢，亦都能夠全社會呢能夠配合。如果我哋社會經常俾外邊有一個印象，就係我哋社會經常存在一啲不穩定嘅一啲因素嘅話呢，恐怕對我哋喺呢啲工作方面嘅努力呢係冇乜嘢積極幫助嘅。主席，我唔贊同行政長官講話，我哋有不穩定嘅因素，不穩定因素絕對唔係我哋香港市民。但係行政長官，你有冇答到我關於喺戰略上或者經濟上，你對泛太平洋伙伴合作關係 TPP 個睇法點樣呢？可唔可以講一講？行政長官。任何呢啲多邊嘅促進經濟貿易發展嘅組織呢，我哋都係積極樂於係參與嘅。咁但係咧，當然呢啲唔係能夠一方面嘅主觀嘅願望係可以做到嘅。